美國總統特朗普話將會喺4星期後會晤國家主席習近平，聚焦採購大豆議題。有輿論話喺關稅戰之下，中方轉向巴西採購大豆，令美國中西部農民大受打擊。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三喺網上貼文，提到會晤國家主席習近平期間會以大豆為主要議題。佢話種植大豆嘅美國農民受到損失，原因係中方以談判為理由冇採購大豆。特朗普強調，美方透過徵收關稅賺咗好多錢，應該撥出部分嘅收入去幫助農民。回顧2017年11月，特朗普喺第一個總統任期訪華，中美雙方一共簽署超過30項合作項目，總額超過2500億美元。雙方亦都達成1200萬噸大豆嘅採購協議，金額有50億美元。紐約時報早前報導，中國自5月以嚟抵制購買美國大豆，以表達對特朗普向中國貨徵收關稅嘅不滿。美國中西部嘅伊利諾伊州、明尼蘇達州、印第安納州等多個地區嘅農民面對困局，佢哋未有收到中國採購訂單。美國大豆協會曾經去信俾特朗普，警告喺入秋之後，若果再冇收到中國嘅訂單，對種植大豆嘅農民嚟講，影響會更加嚴重。中國係全球第一大豆進口國，近年轉向同屬金磚成員嘅巴西採購大豆。中方數據話，今年上半年巴西對華大豆出口多達3186萬噸。中美元首早前通電話，特朗普話雙方達成共識，會趁住南韓慶州市舉行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會談。有內地輿論就話，中國減低對美國大豆嘅依賴，巴西同墨西哥嘅產量已經滿足到中國嘅需求。若果特朗普政府持續關稅政策，美國大豆行業將會面對嚴峻挑戰。無線電視記者朱少麟報道。中國據報正係同馬來西亞磋商，計劃喺馬來西亞興建稀土加工廠，以轉移技術換取當地未開發稀土資源，希望保住中方喺全球稀土市場嘅主導地位。路透社引述消息話，中國正同馬來西亞磋商，計劃喺當地興建稀土加工廠，可能由馬來西亞主權財富基金國富控股公司同中國國企合資，準備好以轉移技術換取當地未開發嘅稀土資源，務求喺全球第2大稀土供應商澳洲稀土公司 Lynas 於當地興建新廠房之際，保住中方喺全球稀土市場嘅主導地位。但有關計劃面臨唔少障礙，包括中方擔憂馬方能唔能夠提供足夠原料，而馬來西亞當局就擔心會對環境造成影響同審批程序複雜，因為稀土開採需要獲得兩國、聯邦同州政府層級許可。馬方表明唔支持喺永久森林保護區同集水區等敏感地區開採稀土。稀土廣泛用於電動車、國防同潔淨能源等關鍵產業。作為全球最大稀土出口同精煉國，中國長期以出口禁令保護佢稀土加工技術唔外流，維持佢喺市場上嘅主導地位。有關計劃一旦落實，將標誌住中國罕見對外技術轉讓，顯示中方喺稀土供應方面嘅重大政策轉變。至於主要依賴中國進口稀土，但因為關稅戰導致供應受限，影響汽車製造嘅美國，據報正草擬一項行政命令，令美國能夠儲備深海金屬，又提出購買澳洲稀土公司嘅股權，以減少對中國稀土嘅依賴。無線電視記者陳慧珊報道。美國聯邦政府停擺，部分公共服務暫停，幾十萬個聯邦僱員被迫休假，據報當局可能未來1、2日裁員。副總統曼斯就話未有定案，共和民主黨互相指責對方要為停擺負責。美國聯邦政府相隔近7年再度停擺，部分圖書館同國家公園由星期三起暫時關閉，一啲公園即使開放，亦都未必有管理員當值，有旅客話感到混亂。引發美國聯邦政府停擺嘅關鍵係參議院未能夠喺政府資金耗盡之前通過新嘅臨時撥款法案。民主黨要求加強醫療保險，等部分合法居留嘅移民可以享有平價醫療福利。不過共和黨反對，並推動暫時維持現有政府撥款水平。結果共和黨提出7個星期臨時撥款法案，喺未夠60票遭到否決。
喺政府停擺之後，提供必要服務嘅政府僱員，包括執法人員同空中交通管制員等等，要繼續返工，但係暫時無法領取工資。另外有幾十萬聯邦僱員被逼放冇薪假，部分公共服務、衛生研究、食物援助計劃會受到影響。有傳媒追問副總統曼斯，聯邦政府會否為咗大幅削減支出，喺停擺期間大規模裁員。曼斯咁樣回應。Well, first of all, we haven't made any final decisions about what we're going to do with certain workers. And I think that the Democrats, if they're so worried about the effect this is having on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y should be, what they should do is reopen the government. 屬於共和黨嘅美國眾議院議長約翰遜警告政府停擺越耐，對美國民眾嘅影響越大。佢再次呼籲民主黨支持共和黨嘅撥款法案。民主黨眾議員阿加拉爾呼籲共和黨人就撥款法案同醫療危機同佢哋嘅黨對話。呢一次聯邦政府停擺影響部分城市嘅基建發展，其中紐約市鐵路同隧道項目涉及180億美元嘅基建資金被凍結。2018年底總統特朗普首個任期嘅時候，政府亦都因為兩黨喺興建美墨邊境圍牆嘅預算爭拗而停擺長達35日，最後特朗普讓步，同意通過唔包含圍牆建設費嘅撥款法案，結束停擺。無線電視記者陸子琪報導。日本執政自民黨星期六選舉新總裁，農林水產大臣小泉進次郎同前經濟安保擔當大臣高市早苗選情仍然被提高一線。據報國會今個月15號選新首相。日本執政自民黨總裁選舉星期六投票，採用全規型投票方式，其中295名自民黨國會議員一人一票，超過915000有投票權嘅各地黨員同黨友，按比例接合成另外295張地方票。候選人喺第一輪投票得票過半即可當選，若冇人得票過半，得票前2名嘅候選人會進入第二輪投票。喺第二輪投票當中，議員票維持唔變，地方票就改為全國47個都道府縣嘅自民黨支部各有一票，最終得票最多者勝選。選舉進入倒數階段，多間傳媒民調結果有些微差別，但5個候選人當中，始終係農林水產大臣小泉進次郎同前經濟安保擔當大臣高市早苗選情被提高一線。其中日經新聞同東京電視台嘅民調顯示，小泉喺議員票持續領先，高市就喺地方票有優勢。共同社報道，政府同自民黨正在協調，計劃喺本月15號召開臨時國會會議，選舉新首相。報道話，雖然自民黨喺參眾兩院都係少數派，但在野黨磋商未達成一致，所以自民黨新總裁仍然有較大可能成為日本新首相。無線電視記者江月報道。